Hi Freeman，上次無間道甜片好 hit 喎。今次咧就唔扮鬼扮馬啦，認真啲帶大家睇一睇傳統嘅香港海味街。香港嘅海味街咧，源於咧19世紀已經開始噶啦。呢度嘅歷史咧超過100年，有好多鋪頭咧仲要係百年老字號添。呢度嘅店鋪咧亦都保留咗好多傳統嘅行業文化，所以咧好多旅客咧特登嚟呢度打卡嘅。作為一個投資者，究竟呢度咩吸引到佢哋呢？以投資價值嚟講，海味街就好似一個有故事嘅錢幣咁樣。由以往嘅高峰期去到而家嘅平穩期，正正係一個入市嘅好時候。所以今日亦都帶大家嚟睇一個非常有投資價值，亦都係利嘉閣做獨家嘅盤。利嘉閣勁啊！鋪嘅門面相當闊落，門口仲可以停到車，上落貨非常方便。而家就帶大家睇一睇鋪裏邊嗰個狀況。鋪大概400尺，裏邊四正正，完全冇柱，仲要有個內置洗手間添。除咗地面面積之外，樓上仲有閣樓。而家帶大家上去睇一睇。一上到嚟閣樓，前面就係一個倉嘅位置，裏邊有個寫字樓。寫字樓裏邊咧，亦都有個明窗，望出去都好開揚嘅。剛剛個寫字樓連埋出邊嗰個貨倉嗰個位置咧，大概咧亦都有400尺左右嘅。成間鋪嘅面積咧，大概咧800零尺左右。而呢一類型嘅鋪位咧，喺海味街咧係極之罕有放售嘅。而家呢個物業仲要係我哋利嘉閣獨家代理，大家有興趣可以聯絡我工商鋪 Freeman。